来个小料，摘点蔬菜，蘸大酱。这两个女婿说回来，不知道啥时候回来。哎呀，阿妈回来了！哎呀，回来了，阿妈。阿妈赶快给你们盛茶。饭都熟了，阿妈。哎呀，等半天了，阿妈就怕你俩不回来。回来，必须回来。来，把茶给你们倒上。亮亮，你干啥呢？快来！你别说话。快点，快点！不行，咋还是家里头暖和？是吧？再穿白衣服去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吃这个。行，阿妈。哎，行了，吃哪块？自己烫着。我吃。啊，就来这块。行。来，给你来块板筋。对。大女婿来一块。哎，大姐夫，你有刀吗？我有呀。我咋没有？阿妈没给你，哎呀，那咋两把刀全给你了呢？那咋就？我在这藏着呢。你看人挑理了吧？你看，香吗？香。还有吗？你就那一块板筋。吃块骨髓。来一口吧，大女婿。阿妈吃，阿妈吃。可香了。不行，我得给孩子分一口，一人来一块。可香了。来，二女婿，来点骨髓，给你泡茶里吧。行，泡茶里吧。可满了。骨髓是好吃，但是只有一口香。我看你这个饭量呀，吃不过阿妈。你看我这块肉，你看看你那块肉。我这块肉就够了，阿妈。阿妈，你就不觉得我们干啥坏事了啊？不能呀，干啥坏事了？差点把冰箱砸了。我也享受把你阿妈的冰箱砸了，差点吧？哎呀，你该给我做个冰箱了。行，你看三女婿还做个冰箱了。一天蹦蹦跳的，你咱们得多做几个。